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民党昨日伫花莲举办反罢免的造势活动。党主席朱立伦有通知媒体这个行程，但是县党部所伫个前一暝通告讲禁止媒体入来采访。为什么呢？议员林正福讲，就是因为惊夜霸这个事件过来发生，就是退休的老师叶春莲伫个门前说明会，甲布坤基呛声，互带离开现场迄件。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佑昌来口说，讲就是惊互呛声，所以甲门关起来做王。县党部的发言人回应讲，国民党的说明会拢是对内的会议，原则上拢无对外。总统，为什么今天我们没办法进来？国民党立委布坤基在镜头前针对反罢免来讲心内话，不过面对记者提问，现怎团结大会造势活动无开放媒体入来，这伊就无讲，拔头做伊走。国民党这月初日伫花莲玉里举办造势活动，党主席朱立伦颁发媒体公开现场，县党部前一暝通告媒体袂当来采访，当时敢若讲是因为内部会议，不过尾啊议员林正福无场地讲出是因为惊讲有人会去学叶春莲。退休老师叶春莲3月伫咧国民党花莲县党部文政说明会，爬起来骂布坤基总互人带走，大家拢伫咧论战，那赢内部就讲，就惊搁一摆发生。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今日透早到花莲参拜，嘛讲到这个议题。傅昆萁现在走在花莲哦，会被花莲的乡亲呛声，他这个只能闭起门来来开会。那只能闭起门来称王。针对议题继续升温，党部发言人吴建志出面解说。总说明会都是对内的会议，那原则上都没有对外。那可能大家让记者造成误会，可能有一些大咖的来做演讲，那所以才会造成这个误会。大罢免剩无到7月7，支持罢免和反罢免战火是愈烧愈严。讲议会做代志拢可能影响选情，面对和选民接触互动交流，拢爱更加细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